随着台湾社会高龄化、少子化，封请上班做事的员工，平均的年龄伫去年底已经来到40.1岁。上主要是钱欠无够，唔敢来退休。但是安尼一来，少年人的职位升袂起哩，恐惊卖互后一代过日子更加辛苦。请问几岁41、44了吧？出社会到现在工作多久了22、23年了吧？办公室内面凊彩一问，大约拢是30-40岁，甚至工作资历已经超过20档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，去年底受雇员工平均的年龄已经来到40.1，是6年来上悬。受雇的人口45岁以上，嘛将近1/3。经济恐惊是上大的问题。经济结构的问题，就上有老，下有小。所以也迫使大家尽可能的去延后退休。45岁以上就是中高龄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退休了后每个月支出费用大约是21,667，想要55岁退休，必须要13档无食无啉，欠到1,617万才有够用，欠无够唔敢退，因此工作场所高龄化。它会影响到年轻的他的年轻这一辈的他的晋升。那第二方面呢，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职场的晋升畅通的话，那么会让相对中高阶的他提前的退休，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安排？如果没有这些安排的话，其实它也会造成的一种另外一类的社会问题。少子化佮加上高龄化，人口的结构已经产生变化，受雇者平均年龄升悬，影响到恐惊是会互下一代过了愈辛苦。